这怎么解压缩啊？按一下，自动。解压缩到哪里去？自动要选哪一个啊？大乌马嘛 ，BIG 5，但是它简体字的话可以吗？中文呢，当然是 BIG 5，有的是选 UNI 什么8吗？是不是要选8？按解压缩到 SDG 看，按解压缩，解压缩失败，档案损坏。自动就好了，让它自动就好，不要选 BIG 5。点按解压缩到 SDG 看，按解压缩，解压缩失败，档案损坏。那个档案是从哪里来的？可能是英汉字典，英汉字典啊。Play 商店搜寻英汉啊，汉英字典。看英文的看看 SDG 看，解压缩，解压缩失败，档案损坏。那个程式叫做英汉英字典吧。那解压缩这个给你看，前一罗马帝国衰亡史，自动给它自动就好，按解压缩到 SD 卡外接的，解压缩按解压缩，解压缩成功，打开进去看。免费下载的呢，按下去看看。没有了，那个不能按呢，不能按那样，只能按那个下载必看呢。只能按下载必看呢。做这个简介，罗马帝国衰亡史简介，作者简介，还有译者。还要花钱的呢，你看。这么多电子书，20元是人民币啊，乘以5就100块了。健康养生类电子书，700本呢，电子书，20元是人民币啊，还有绘画艺术类啊。现在要提倡吃素了啦，还有34.3 Giga 的了，怎么这么要提倡吃素了啦？那可能都是照片，那个不一定都是文字可以复制贴上的了。管理职场的，81.7 Giga 了，5000本了。还有连环画，3500本，67 Giga。连环画，那个价格都是人民币哦。电脑级办公，自动化类电子书，
套装电子书哦，2000本21.2 GB。套装电子书是什么内容啊？套装电子书